我係中原地產迎海分行嘅 Ricky Yu， 今日會幫大家介紹一個2房半嘅單位。呢個單位咧係喺迎海嘅第一期，係鳳凰樓嚟嘅，非常之高層。咁會望翻出去咧，就會望到海星灣嘅呢個2房半單位。咁啊可租可賣，希望大家中意。有需要 call 翻我係中原地產迎海分行嘅 Ricky Yu。單位496尺開積，2房半設計。我哋最緊要睇一睇個景觀先。前面呢2座咧就係16、17座，隔離就係星連海。咁佢穿翻出去咧，就望翻呢個八仙嶺啊、船灣淡水湖啊呢邊嘅，非常之開揚嘅。下邊呢個泳池咧就係迎海會所嘅泳池啦。我哋望一望個儲物房先。呢邊會有一個工作平台嘅。好，我哋睇下啲房。呢間係大房嚟嘅。最後，希望大家鍾意呢個單位。我係中原地產迎海分行嘅 Ricky Yu。